歡迎收睇6點半新聞。今日嘅主要新聞包括：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死亡人數增加到128人，仍然有大約200人情況未明。初步調查，宏福苑棚網達到阻燃要求，但因為發泡膠圍封窗戶，令到火勢迅速蔓延。廉署拘捕2個人，消息話係宏福苑維修工程顧問公司嘅負責人。各位，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焚燒近2日，終於撲熄，死亡人數增加到128人，包括1位殉職嘅消防員，79人受傷，包括12位消防員。目前仍然有大約200個失聯個案，情況未明。消防已經完成滅火同埋搜救工作，下一階段交由警方進入火場搜證，唔排除再發現更多燒焦屍體。消防2晚通宵撲救大埔宏福苑呢場5級大火，清晨大致救熄，但係個別單位一度死灰復燃，更加有火舌冒出單位外，焚燒咗個幾鐘。中午過後，基本上已經見唔到有火光，個別單位仍然有煙冒出，而救援工作就持續進行。救護員同食環署職員移送多具遺體。亦都有消防員受傷，清醒由擔架送院。消防處表示，已經對7座大廈超過1800個單位破門入屋搜索，確保冇人被困。喺呢段期間，有個別嘅單位出現咗翻燒嘅現象，令到我哋嘅搜救行動倍感困難。雖然係咁，我哋仍然成功喺琴晚嘅6點半左右，喺宏道閣裏面嘅16樓梯間，成功救出1名男性嘅傷者，而佢係清醒嘅。大火造成嚴重傷亡，超過100人係喺火場入邊當場死亡，當中10幾具燒焦嘅遺體仍然未移走。我哋唔排除稍後當警方進入去作詳細嘅調查同埋搜證嘅時間係有機會係另外再發現一啲係燒焦咗嘅遺體嘅。有39名，我哋已經係確認咗佢哋嘅身份啦。咁啊，餘下入邊嘅遺體入邊大約有1半係喺單位入邊係揾到嘅。我哋相信係稍後時間都能夠辨認到佢哋嘅身份嘅。大約仲有200名人士個情況係未明。呢200名人士係包括咗係我哋有89個係未能夠係確切辨認一啲嘅遺體嚟嘅。警方會啟動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系統，加快失蹤者查詢同辨認程序。包括我哋可以係從嗰啲受害人一啲嘅身邊嘅物件啦，或者係從受害人一啲嘅身體特徵啦，例如有冇啲疤痕啦，同埋最後係可以用呢個 DNA 係去確認嘅。咁我哋會盡量係將呢個遺體嘅身份係辨認出嚟嘅。當局喺廣福社區會堂提供遺體相片辨認。唔少市民排隊入去，希望揾到失蹤親友下落。有人神情哀傷，亦都有住戶嚟揾失蹤嘅外傭。我已經叫即刻走㗎啦，啲可能都係走唔切啦。好耐啦，我哋已經完咗3個月，第7年咁。第7年。好似我哋屋企人咁樣。而設喺中華基督教會馮良傑紀念中學嘅庇護中心，繼續有市民尋親。可以登記嘅，我哋要登記晒。電話留咗，好想你哋真係快啲咯，因為你咁樣日日煎我哋都好辛苦咯。我唔知可以再做啲咩咯。警方表示，當消防確定大廈安全，會盡快接手調查同搜證工作。每當完成一棟大廈搜證，會立即解封，俾居民翻返去住所善後。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導。宏福苑5級火經化驗之後，棚網達阻燃要求，但因為發泡膠圍封窗戶，導致火勢迅速蔓延。起火原因仍然有待調查。至於大廈嘅火警鐘系統未有關閉，不過事發嘅時候就冇響。
本港70幾年以嚟死傷最嚴重嘅火災宏福苑5級火，已經造成過百人死亡。連日網上有片段懷疑影到起火一刻，見到宏福苑有大廈低層起火。政府話經過初步調查，確認係宏昌閣低層最先起火，之後燒着高度易燃圍封窗戶嘅發泡膠，令到火勢迅速蔓延。至於大廈棚架圍網，經過化驗之後就話具阻燃功能。大家要明白呢啲嘅圍網雖然係達到一定嘅阻燃嘅要求，但係當你遇到高溫嘅時間呢，都會着火嘅，包括竹棚都會着火嘅。佢係燃燒咗嗰啲發泡膠板，火勢迅速咧係向上蔓延，伸延到去多個嘅樓層，並喺短時間內咧係波及咗宏福苑其他6座嘅樓宇。大火咧係引燃咗貼喺嗰啲窗門上面嘅發泡膠板，令到玻璃爆破，令到火勢咧係急速增強，並且迅速蔓延到咧入到室內嘅。短時間之內，室內室外嘅面積咧係大面積係同時起火，最終釀成今次嘅災難。今次大火釀成死傷慘重，其中一個可能嘅原因係大廈消防火警鐘未有聲響提醒住戶避難。我哋發覺呢8座大廈嘅警鐘咧係操作係有問題。我哋去試嗰時係冇聲嘅，係冇熄，但係冇聲響嘅。去對相關呢啲消防設備嘅消防設備承辦商咧，採取一啲執法行動。消防處連日出動超過2000個消防及救護人員，不過由於火場極高溫，加上雜物堵塞等，阻礙消防滅火救援。高層嘅棚架不斷係跌落嚟，堵塞咗一啲緊急車輛嘅出口同埋一啲大廈嘅出入口，亦都嚴重阻礙咗我哋消防嘅同事咧係入去樓宇入邊係救援，亦都令至我哋消防嗰啲嘅車輛嘅旋轉台降梯咧係難以停喺咧最佳嘅作業位置，現場溫度咧係非常之高，係去到咧係500度，有時係超過500度添嘅。消防同事進行滅火嘅時間咧，遇到係非常高溫嘅情況，亦都令到同事咧唔能夠輕易推進去到一啲係較高嘅樓層。樓宇入邊嘅空間非常狹窄，限制咗咧係每層可以工作嘅人手嘅數目。鄧炳強感謝連日辛苦救援嘅消防、救護、警方同醫管局人員。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消防處回應近日對滅火策略嘅疑問，話部分滅火建議對今次大火無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話質疑消防係唔公道，又話留意到開始有假消息。大埔5級火燒咗超過40個鐘先至救熄，由最初1座大廈起火，蔓延到7座。外界呢幾日都關注點解當局比較遲將火警升為5級，唔出動直升機滅火或者用較高嘅雲梯車等等。咁消防逐點回應。點解我哋唔使用呢個直升機喺呢次行動裏邊？我必須要強調，如果用直升機喺呢個火警裏邊掟水彈，如果喺個樓宇嘅上空投擲水彈，啲水係不會係落入個火場裏邊，只會淋咗去一個大廈嘅外圍，同個滅火行動係冇直接關係。第二，我哋要考慮嘅就係直升機駛近樓宇嘅時候呢，會有產生大量嘅空氣，會將個火警令到佢咧會更加蔓延得快，同埋更加大。另外有啲網民亦提到，點解我哋唔用一啲比較高嘅雲梯車？我哋而家緊急車輛通道嘅要求係6米，而相對用啲100米嘅雲梯車個闊度係要10米，所以用呢啲雲梯車，香港大部分嘅道路都唔能夠使用嘅。無人機承載嘅滅火喉嘅直徑係遠遠比而家我哋消防車或者我哋消防喉嘅直徑為細，咁即係代表咗佢能夠去用嘅水嘅滅火係相對少。我留意到有啲人咧係質疑我哋消防處嘅救援工作，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我哋救火嘅同事係非常唔公道嘅。佢又話留意到近日開始有假消息，但係我亦都留意到網上咧開始係有好多假消息，
包括係講政府冇為佢哋咧係提供一啲嘅免費住宿，令到佢哋要去酒店咧住8000蚊一晚。亦都有啲人咧就話自己咧訛稱自己係消防員，基本保護裝備又唔夠，係冇飯食，要係等市民送嚟先有飯食。呢啲全部都係不正確嘅消息嚟嘅。呢啲有心人咧去散播呢啲不正確嘅消息，係希望係分化我哋嘅社會。佢強調呢段時間各界應該團結一致。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欣報導。廉政公署拘捕2個人，消息話係大埔宏富苑維修工程顧問公司嘅負責人。廉署嘅人員下晝押解其中1個人到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位於九龍灣嘅辦公室搜證，其後登上私家車離開。唔好意思。被捕人士帶返去廉署總部繼續協助調查。喺較早前，廉署人員亦都押解另外1個疑犯到辦公室搜證，逗留大約2個鐘頭。廉署早前話成立咗專案小組，全面調查宏福苑維修工程有冇涉及貪污。而警方尋日就拘捕咗3個人，據了解都係負責屋苑維修工程嘅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休息返嚟仲會報導。政府會向每個死者家屬發放20萬慰問金，下星期會再為每戶災民發放5萬蚊生活津貼。燒到咁通頂啊！俾我住都唔敢住啦。有居民話，即使屋苑解封都唔敢搬返去，希望可以重建。返嚟新聞時間，政府宣布向每個死者家屬發放20萬慰問金，亦都會協助處理後事。政府正係構建網上平台，整合民間嘅捐助。宏福苑大火超過100人罹難，政府宣布向每個死者嘅家屬發放20萬慰問金，亦都會協助處理後事。大家對於如果有屋企人過身嗰個殯葬嘅事宜，佢哋好擔心嘅，所以食環署咧係會安排專人協助每一個死者嘅家庭啦，係處理呢個殮葬嘅事宜，包括咧係領取火葬場嘅服務啦，同埋骨灰龕位嘅編配。政府亦都會免費提供火化服務同埋公眾骨灰安置所嘅龕位，係咪咧係承擔啦有關嘅殯儀嘅開支。千幾個家庭面對財物盡失，行政長官李家超星期4宣布會先發放1萬蚊嘅應急錢，即日已經向78戶發放現金。截至下晝4點，就已經為1200戶登記，今明2日發放。另外，下個禮拜會再為每戶嘅災民發放5萬蚊嘅生活津貼。至於政府設立嘅大埔宏福苑支援基金，一日內已經收到5億嘅捐款，連同政府撥出嘅3億，基金累計已經有8億。連日已經有唔少企業或者機構伸手支援，有衣服品牌捐出1萬件衣物，包括御寒外套、保暖內衣褲同埋襪。港鐵就除咗捐款之外，亦都會向受災嘅居民派發備有2000蚊儲值額嘅八達通卡。其他大額嘅捐款過千萬以上，總額已經接近10億。部分係透過註冊慈善機構申請，部分就交俾政府處理。社聯話相信社署同埋相關部門正係統籌唔同嘅慈善團體處理，好快可以向災民發放現金。因為嗰個銀碼都大，所以咧我知道啲統籌嘅時間。咁另一邊咧，因為而家有啲嘅居民受災居民咧個身份咧，其實都可能冇身份證啊、出世紙、住址證明，咁咧就應該攞會派發一個災民證俾佢哋。咁佢哋透過災民證咧，其實可以攞到現金嘅。政府話正係統籌資訊科技業界，盡快構建一個網上平台，俾有關團體同埋市民登記捐獻嘅物品。預計平台日內可以完成。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導。宏福苑多棟大廈喺火災入面嚴重焚毀，有居民話長遠唔敢搬返去住，希望大樓能夠重建。宏福苑係房委會居屋，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話，或需要市建局協助。喺大埔社區中心係政府其中一個庇護中心，居民喺呢一度可以申請政府1萬蚊嘅應急援助金、災民證同埋過渡房屋等等。全部排長龍㗎。頭先我登記咗幾樣嘢，就用咗2個幾鐘頭，今日已經冇失走，咁啊要聽日再嚟過。
政府話已經物色大約1800個單位，包括政府房屋、過渡性房屋同埋房協嘅專用安置居屋等等，照顧災民即時住宿需要。有居民話已經入住。我哋晏晝就去登記申請，咁我哋就跟住就夜就5、6點鐘，我哋已經過咗去攞屋，期望梗係快啲翻屋企啦，希望屋企冇事咯。但亦都有居民話，長遠即使屋苑解封都唔敢搬翻入去，希望重建。燒到咁通頂啊！俾我住都唔敢住啦，同埋咧水電都冇。10幾年前裝修個暗球咧係膠噶嘛，應該溶晒㗎啦。我哋每日都好似生活喺一個驚慌啦、恐懼之中咧，但我唔知我瞓咗覺會突然間層樓冧咗咧，我寧願喺成棟重建過好啲。宏福苑喺上世紀80年代初入伙，係房委會嘅居屋。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同意，宏福苑未必再適合居民入住，長遠需要重建。咁房委會又應唔應該介入協助重建呢？要做大型重建嘅話咧，房委會喺呢個角色上面又要去認真探討居屋將呢個嘅業權交咗俾業主之後咧，佢就等同喺私樓市場咧可以作出一個唔同嘅一個叫做樓宇嘅交易嘅，係唔係政府其他政策局都有啲工具可以幫手咧？例如譬如市建局係咪就住呢個情況可以特事特辦去探討咧？至於收購價係咪參考同區7年樓齡計算，佢就話應該先收集居民意見之後再探討。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導。同響大埔現場嘅吳家軒傾下啦。政府同各界連串支援措施，居民認為幫唔幫到佢哋應急啊？係啊，卓希埋我哋啱啱咧就喺呢個現場咧，同一啲嘅災民咧了解過，有啲災民咧就話咧有呢個應急錢咧，暫時如果攞到嘅錢嘅咧，就希望咧係可以先買一啲嘅新嘅衣物啊，或者係啲衫褲鞋襪咧，係做一個更換嘅用途。另外咧就希望攞啲錢，希望係可以食個安樂茶飯，食一啲好啲嘅嘢食先。亦都有居民就話咧，其實呢個消息咧都係啱啱先收到，暫時咧都未諗得好全盤考慮。不過咧就話咧會預留一部分嘅錢咧，係日後係再添置翻家私嚟用㗎。嗱，就而家我哋頭先同一啲災民都了解過咧，佢哋而家部分咧就係暫住咗喺親戚嘅屋企。至於咧日後會唔會係搬翻嚟呢個重建嘅地方，定係咧係搬去政府嘅宗族咧？佢哋暫時咧都話未諗到咁長遠㗎。嗱，現場報道先嚟到呢度啦，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啊。好，唔該晒。經中央港澳辦協調，廣東省已經調集救援裝備同埋醫療物資喺尋晚同埋今日上晝交付俾香港救災。港澳辦亦都發表評論文章，話有中央政府同埋祖國內地嘅強大後盾，香港特區政府帶領社會各界一定可以做好救災嘅工作。港澳辦喺社交平台話，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港澳辦協調廣東省為香港大埔火災救災工作提供協助同支援。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嘅要求，廣東省已經調集救援裝備同醫療物資同耗材，喺尋晚同今日上晝交付俾香港。港澳辦亦都發表署名港澳評嘅評論文章，以眾志成城、克難前行為題，指中央嘅關心支持，給予抗災救災強大精神鼓舞同充足信心底氣。行政長官同特區政府對事故嘅快速有力回應同積極有效處置，充分體現作為當家人第一責任人嘅擔當同勇毅。香港社會各界同舟共濟，令人再次強烈感受到香港社會嘅團結大愛。文章亦都透露，喺粵港澳大灣區應急救援機制下，廣東省同深圳市根據特區提出嘅需求，及時向香港提供熱成像勘察無人機以及長續航供電無人機等所需援助，有效提升火災現場勘察同應急調度能力。中聯辦主任周濟同港澳辦副主任農融星期4到醫院探望喺大埔宏福苑5級火入面受傷嘅消防員。周濟話：佢同農融受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委託，專程帶嚟習近平主席同中央政府嘅慰問，表達對消防處、警務處等紀律部隊英勇奮戰嘅崇高敬意，感謝佢哋嘅無私付出，祝願傷者早日康復，重新投入守護香港光榮使命同重大職責之中。無線電視記者葉之華報道。大埔宏福苑5級火備受國際關注，教宗良14世同埋多國領袖，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南韓總統李在明向遇難者致哀。
教宗良14世喺星期四訪問土耳其，佢向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樞機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發唁電，話知道大火吞噬多棟建築物，為此感到悲痛。良14世話會關懷所有喺呢一場災難受到打擊同受苦嘅人，特別係傷者同家屬，將亡者靈魂託付於天主嘅慈愛，並且為救難人員祈禱。俄羅斯總統普京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致慰問電，話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火災造成慘重後果表達沉重哀悼。佢向遇難者家屬同親友表達支持及同情，並且祝願所有傷者早日康復。南韓總統李在明星期五喺社交平台以韓文、中文同英文發文，話包括南韓在內嘅全世界都對喺香港發生嘅火災深感悲痛。佢為事故嘅遇難者祈願安息，並且向家屬致以誠摯慰問。佢又向喺現場全力奮戰嘅消防救援人員同義工致以崇高敬意，祈願傷者早日康復，失聯者平安歸來。南韓外長趙顯發帖文，代表南韓政府同國民對呢一次事故嘅遇難者同佢哋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希望香港市民能夠盡快渡過呢一個困難時期。委內瑞拉官方發聲明，就香港火災向中國政府致以最深切慰問，祝願所有受害者嘅親屬得到安慰，並且向所有喺救援工作入邊時刻努力嘅人表示感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英國外相顧爾惠、加拿大外長阿南德亦都向遇難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美國、法國、菲律賓等超過30個駐港領事或者總領事館透過社交平台致哀。無線電視記者江川媛報導。再休息一陣，翻嚟仲會講下一個2歲女仔感染甲型流感，因為併發症死亡。泰國同印尼多處暴雨引發水災，過百人死亡。嚟到最後一節新聞，受宏福苑大火影響，大埔區有5間學校繼續停課。有復課嘅學校話會褪遲考試，並為學生提供心理支援。有學生就話心情悲痛，會關注受影響嘅同學。大埔呢一間中學停課1日之後復課，但係因為封路，學生要行斜路返學。半個鐘度，本身係搭開巴士返學，佢而家就變咗行返上嚟咯。有學生話心情受火災影響，真係覺得好難受咯，個心情睇到咁好嘅樓被燒咗，然後咁多人受傷，捐啲善款，然後安慰下佢哋。聯絡唔到，我住大陸啊，我打唔到俾佢。如果冇事嘅話，我想鼓勵下佢，係咯，叫佢振作起嚟啊！位於廣福道嘅呢一間中學同火場只有1河之隔，校長話唔少學生目睹大火。復課之後安排咗大約10位社工同心理學家為有需要嘅學生輔導。好震撼，好近啊！因為啲學生咧，其實有好多咧，有好多喺度睇，有啲驚嘅，有啲好愕然嘅，有啲就係可能係喊啦，自殺啦，有啲係可能係內疚嘅，會辨識晒出嚟。咁就班主任係mark低咗，佢要打電話去跟進。有啲測驗啊、默書啊，大家不如停一停啦。區內有5間學校繼續停課。有停課嘅學校話，校舍會如常開放，照顧有需要嘅學生，亦都呼籲家長避免帶同仔女前往火災現場一帶，並且密切留意佢哋嘅情緒。有臨床心理學家話，除咗要疏導火災親歷者嘅心理創傷，亦都要關注大眾嘅精神健康。火警裏邊咧，其實好多煙啦，好多熱啦、火啦，好恐怖，好多聲，好嘈雜啦。咁其實咧會入晒個腦嘅，跟住佢哋個腦海裏邊可能會好長嘅時間嘅。資訊好發達啦，好容易睇得到呢啲。但係如果我不停咁睇、不停咁睇咧，其實都影響我哋嘅心理健康嘅，適可而止啊。佢話：香港心理學會有200幾個臨床心理學家喺線上同線下為市民提供免費嘅心理支援。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儀報道。
宏福苑嘅維修工程項目由太平保險香港承保，公司表示會做好賠償工作。中國太平保險話，太平保險香港承保咗宏福苑維修工程項目嘅建築工程全險、建築僱員賠償保險、業主立案法團第三者責任險以及財產全險、公眾責任險，並承保部分住戶嘅家居保險同埋家用險。太平保險香港已迅速啟動應急機制，會按照保險嘅合約，堅持能賠快賠、應賠盡賠、合理預賠原則，做好保險理賠同埋客戶服務，盡最大努力協助受影響居民。而根據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文件，存款賠款總上限係20億。一個2歲女仔感染甲型流感，因為併發症延至尋晚不治。嗰個女仔過往健康良好，佢今個星期2開始發燒同埋嘔等等，第2日去基督教聯合醫院急症室求醫。住院期間因為休克同埋身體狀況轉差，要去兒童深切治療部。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併發休克、腦病變同多重器官衰竭，延至尋晚不治。個女仔仲未打流感疫苗。潛伏期冇外遊，佢係今年第3宗兒童感染流感之後離世嘅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再次呼籲學校同埋家長盡快安排學童同仔女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外長王毅批評日本現職領導人發表涉台挑釁言論，侵害中國主權同埋領土完整。日方否認日美領導人日前通話嘅時候，美方曾經要求日方唔好喺台灣問題上挑釁中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星期4同法國總統外事顧問博納通電話。王毅提到中國喺台灣問題上嘅立場，批評日本現職領導人發表涉台挑釁言論，係公然開歷史倒車，侵害中國主權同領土完整。佢話：中法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同全面戰略夥伴，應當共同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喺涉及對方核心利益嘅問題上，堅定相互支持，又希望法方繼續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華爾街日報》早前報導，美日領導人日前通電話嘅時候，美國總統特朗普建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唔好再喺台灣問題上刺激中國。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否認相關報導。有日本媒體報導，特朗普喺通話裡面並未要求日本克制，亦冇要求高市撤回或者修正言論。特朗普對中日關係惡化表達擔憂，要求避免對立升級，話中日關係嘅穩定好重要，需要管控。而高市嘅幕僚就話，雙方嘅討論重點係日美點樣共同合作平息事件。而日方並冇喺對華政策上聽從特朗普嘅建議，通話只係雙方就區域情勢交換意見。喺北京，外交部批評高市早苗嘅言論，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台灣光復80週年。日本應當深刻反省歷史罪責，汲取歷史教訓，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在台灣問題上謹言慎行。我們要求日方收回錯誤言論，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以實際行動體現對華承諾。《人民日報》發文列出高市早苗嘅9宗罪，包括嚴重挑釁中國嘅主權同領土完整、干涉中國內政、誤導日本人民等。話高市如果一意孤行，將自食其果。新華社亦發表評論文章，題為高市早苗不思悔改，意欲何為？批評日本政府喺首相發表錯誤言論之後，依然強行辯解，頑固嘅立場，暴露咗日本右翼勢力嘅持續抬頭同軍國主義嘅陰魂不散。無線電視記者楊卓倫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話：烏克蘭需要放棄領土，如果唔係，俄方會繼續戰鬥。又話俄方一旦獲新嘅領土，必須要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烏方重申就唔會放棄領土。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4喺吉爾吉斯國事訪問期間見記者，佢認為美國提出嘅和平方案可視為俄烏未來達成協議嘅基礎，但係堅持烏軍應該撤出頓涅茨克等地，否則俄方將會繼續以武力達成目標。
強調如果俄方獲得新領土，需要國際社會承認，而唔係烏方承認。美方日前就結束俄烏戰事提出28點和平方案，被批評偏向俄羅斯嘅要求。之後，美烏官員同歐洲代表喺瑞士日內瓦會談，對和平方案進行修訂同縮減。普京補充，而家需要將所有提議轉化為外交語言，並且就具體議題展開認真磋商。話目前未有最終方案，又透露美方下星期將會派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前往莫斯科商討和平協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批評俄方藐視各方為真正結束戰爭所做嘅努力，又話烏俄兩國要達至和平，應該取決於國際社會嘅條件，而唔係俄方嘅威脅或者係最後通牒。而烏方代表團今個週末將會同美方開會，繼續商討和平方案內容。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重申，澤連斯基唔會放棄領土。無線電視記者江川媛報導。泰國同埋印尼多地暴雨成災，其中喺泰國南部死亡人數增至145人。泰國連日暴雨引發嚴重水浸，南部7個府超過350萬人受影響。多個地區停電停水，通訊亦中斷，幾千人被洪水圍困。喺重災區宋卡府嘅合艾，星期四發現超過100具遺體，警方下令設立行動中心，協助確認遇難者身份。地區首長伊克涉嫌喺暴雨期間失聯，受災民眾無法及時獲得援助。伊克因為未履行救災職責，被解除職務。隨住洪水退去，見到唔少地方受到嚴重破壞。亦有居民返屋企清理。印尼亦暴雨成災，受災最嚴重嘅係蘇門答臘地區，超過2000座房屋及建築物被洪水淹浸，居民要緊急疏散。西蘇門答臘發生嚴重山泥傾瀉，交通完全中斷，救援人員加緊搜救，但由於道路受損、設備短缺，阻礙行動。印尼氣象部門預計惡劣天氣會持續到下個星期。無線電視記者江月報道。2025亞洲通用航展喺珠海舉行，當中有中外嘅飛行表演隊同場競技，帶嚟精彩表演。會場亦都展出多款通用航空嘅最新產品。零型接近，俯衝變隊形。4機零型編隊盤旋等等嘅高難度飛行喺通航展第一日上演。嚟自南非嘅 Aero 特技飛行表演隊、中國紅星飛行表演隊同台競技。特別棒，特別棒！低空競技越來越厲害，對，所以我們就特別關注這個航展。我就是飛行員，民航飛行員，非常棒，這一直是我們飛行的一個夢想，我感到很自豪。喺室內展區，呢一款流線型嘅飛行器係全球第一款獲歐洲認證嘅電動空中的士。這個是首次在中國進行亮相的產品，主要解決的是城市內交通問題，它的續航里程50公里左右。那麼另外一個，我們解決城際交通，它的續航里程就在200以上的這個距離。上一屆我們的飛機展示的是將近90架，這一屆是174架，翻了將近1倍。一些低空經濟的企業也是在我們的展會上拿出了多的首秀的一些展品，全方位的展示了全球通用航空和低空經濟產業發展的創新活力和蓬勃動力。今屆嘅通航展有22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380間企業參與，多款通用航空展品都係第一次亮相。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軒報導。體育方面，再有比賽因應大埔5級火而改期。足總宣布原定星期日舉行嘅港超聯延期啊！足總話對大埔宏福苑火災深表哀痛，宣布將星期日上演嘅港超聯延期舉行，補賽安排容後公佈。其餘嘅組別，除咗大埔區內舉行嘅賽事，其他就如常進行，會喺賽前默哀1分鐘。呢2日進行嘅 U17亞洲杯外圍賽同埋女子隊嘅國際友誼賽咧，賽前亦都有默哀儀式，隊員會戴上黑色鼻紗作賽。足總向事故中不幸嘅罹難者致以深切哀悼，並且向家屬同埋所有嘅傷者表達最誠摯嘅慰問，又對所有參與救援行動嘅人員致以最崇高嘅敬意。轉喺澳職，布里斯班斯考主場以1-0險勝墨爾本勝利。
橙衫嘅斯考祖斯甸維迪回後森卡連勁射，3分鐘先開紀錄。佢哋近況係較好㗎，對上3場不敗。半場中段靠住門將保贊尼斯封住列治嘅近射，斯考將1-0優勢帶到尾，升上第2位。補時10分鐘有謝利奧領紅嘅勝利呢，就連輸3場跌落尾二。至於亞冠2級聯賽，但賓尼流浪主場以5-3擊敗 FC 卡雅，肯定入16強。布夏基亞尼一招黃雀在後，報到對方回傳交失，快一步推落去，順勢起腳，佢選擇更空嘅東川族，又以為即射，先級橫再射空門啊！再以為佢整親啊，冇事。黃黑衫嘅但賓尼7分鐘領先，正選有5個日本名字，咁好扭嘅吉本武係左閘嚟嘅。37分鐘，但賓尼拉開比數。先假身壓跌一個，再右腳搓擺落左腳射，半場2-0。換邊後見翻東川族，少少推離腳被擒，仲有布夏基亞踢過澳職，去過2月，今季嚟到新加坡，47分鐘入今屆亞冠2嘅第4球。東川族就56分鐘睇齊，攞到今屆第4個入波，今場就第2球，贏到4-0。第3輪喺主場對浦項製鐵，為但賓尼一戰定江山。呢球助攻係嚟自另一日本名字，佢嘅前線拍檔風間宏矢啊！頭4輪全敗嘅卡雅，10分鐘後由奧治回敬頭槌先追一球。佢喺8分鐘後射門被擋，有保加斯保中。呢支菲律賓球隊力爭今屆第1分。85分鐘再令到亞迪里擺烏龍，20分鐘內連追3球到3-4。不過僅1分鐘之後，但賓尼就由藍利窄位射入，最終贏5-3，多浦項製鐵3分排榜首，雙雙提前晉級。最後睇到場英乙，燦美爾作客金士比，憑住補時入波險勝2-1。淺色衫嘅燦美爾由韋迪卡禁區外射地波遠處網仔入，繼上個星期6聯賽連入2球，再攞到入波。19分鐘領先1-0。金士比換邊之後咧，亦都靠住遠射追平。潘恩斯中柱入網啊！67分鐘1-1。佢哋對上3場2和1負，最終咧又要輸1場。首位撞後，丹尼斯把握到射入，球證喺補時6分鐘嘅。咁燦美爾喺最後階段就奠定贏2-1，近4場不敗，排16位。金士比4場不勝，排第9。新聞亦都報道完啦，再見。全港第一個地底蓄洪池位於大坑東，耗資2億8500萬興建。重溫2003年報導，政府喺大坑東呢個足球場咁大嘅地盤，做緊全港第一個地底蓄洪池，儲水量等於80幾個標準游泳池。暴雨嘅時候，收集區內去唔切嘅雨水，令到西九龍包括呢個旺角早幾年經常水浸嘅地方咧，嗰個水浸威脅咧就減少，令到佢可以有一個50年一遇嘅排洪嘅防護嚟㗎。咁呢一個排洪嘅防護咧，就相等於咧大約係90毫米1小時嘅雨量嘅。不過呢啲工程最快要到出年年中先至完成。其實改善西九龍水浸喺回歸前已經做緊，其後發現原有嘅設計未夠好，再研究新方案，到98年先至開始而家計劃嘅第1期工程。雨水排放系統嘅改善工程一拖再拖，水浸威脅要得到舒緩甚至解除，市民就要一等再等。彌敦道近運動場道一段，渠務署列為嚴重水浸黑點。各位，美團第3季轉型違規並超過市場預期，截至9月底為止嘅季度是186億3000萬元人民幣，舊年同期就賺超過128億元人民幣，經調整淨虧損160億元人民幣，市場預期經調整淨虧損約139億元人民幣。
期內收入微增至954億8千萬元人民幣，配送服務佔230億元人民幣，按年減少7%，佣金收入跌至280億元人民幣，在線營銷收入跌超過半成，受到市場競爭白熱化嘅影響，包括餐飲外賣、閃購同酒店及旅遊嘅核心本地營商業收入下跌，經營虧損140億元人民幣，舊年同期就錄得經營溢利145億元人民幣。集團預計有關業務同整體層面第四季經營虧損趨勢將會延續。港股終止4連升，成交顯著縮減，恒生指數喺11月份累跌47點。感恩節假期，美股隔晚休市，港股走勢缺乏方向。大市高開65點，開市已經見咗全日高位，之後喺大約200點內上落，收報25,858點，跌87點，終止4連升。總結全個星期仍然累升638點，全日成交縮減去到1462億，係10月6號以嚟最少。獲大行唱好嘅泡泡瑪特再升近3%，連升5日。藥明康德再跌近4%，係表現最差嘅藍籌。賭業股向好，美高梅中國同金沙中國齊升2%。旗下新車型每月銷售目標至少達到1萬架，廣汽升1%6%。城堡宏福苑維修工程項目嘅中國太平跌近3%。無線電視洪家星報導。恒生科技指數升1點。最活躍港股收市價，阿里巴巴升9毫，騰訊控股冇起跌，盈富基金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升0仙半，美團跌1個半。恒生中國企業跌2毫6，小米集團跌8仙，泡泡瑪特升6個2，中芯國際升4毫半，華虹半導體升1個9毫半。期指夜市12月升5點，總成交接近700張。東京核心通脹高過市場預期，有分析認為日本央行短期加息嘅機會增加，但相信加息亦都無助扭轉日元弱勢。工資增長加上能源補貼減少，被視為日本通脹指標。東京核心消費物價指數11月份按年上升2.8%，高過市場預期。有分析認為數據進一步增加短期加息嘅機會，但係相信即時加息對扭轉日元弱勢嘅作用唔大。如果你話日本個通脹維持高水平，而日本央行都係太慢板去加息嘅話咧，像呢個所謂嘅加息咧，對個 yen 嗰個嘅利好咧，咁啊不但止冇，反而咧係一個利淡嘅。我認住個 yen 會再跌嘅嚇，因為佢哋而家睇得到咧，佢哋都基本上咧咁啊理應嚟嘅應該要真金白銀入市干預嘅時候咧，佢都真係齋硬。我諗個 yen 咧有機會今次咧，我大膽估計咧有機會貶值到170。數據公佈之後，日元匯價變動唔大，對1美元繼續喺156水平徘徊，每百日元對港元喺4.98算上落。無線電視吳潔晶報導。據報安踏體育考慮競購運動品牌標馬嘅股權。近年借收購品牌迅速擴張業務版圖嘅安踏，據報又有新目標。彭博報導，安踏正同顧問評估德國運動服飾品牌標馬嘅競購方案，並可能同私募股權公司合作進行收購。至於其他有意收購標馬，仲包括已經同銀行商討融資方案嘅李寧，同埋日本嘅阿瑟士。安踏話唔會對市場嘅傳聞發表評論。標馬最新嘅季績並唔理想，第三季銷售額跌咗1成，並錄得虧損超過6000萬歐元。管理層計劃瘦身重組，今明2年有1400個職位被裁減。而今年以嚟，標馬嘅股價累積跌咗超過6成。持有標馬大約3成股權嘅億萬富豪法國皮諾家族8月已經開始探討放售股權。標馬前身係1924年創立嘅達斯勒兄弟製鞋廠。1936年柏林奧運會，兩兄弟將跑鞋送俾美國田徑運動員歐文斯。歐文斯當年奪得4面金牌，令到佢哋嘅鞋一舉成名。不過二戰後兩兄弟拆夥，細佬創立咗 Adidas 阿迪達斯，哥哥就成立標馬，俾人聯想到美洲獅嘅敏捷同速度。無線電視盧佩欣報道。財經消息到呢一度，多謝收睇。